啊，太福音第22章15节到22节哈，15节到22节哈。一开始哈，伊就讲法利赛人，我们比较熟悉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引起参详哈，他们去商量去讨论，参详什么会看通怎样就伊的话来斗伊哈，就是他们要陷害耶稣，伊就是耶稣，他们要来陷害耶稣哈。因咧参详看要啦，去掠着耶稣的画饼哈，啊，就找因的学生，吼，即法利赛人就找因的学生，啊，加希律党的人要来就近伊。好，我都讲过，法利赛人吼，法利赛人咱较熟吼，法利赛人，啊，毋过希律党人是什么吼？迄若照因犹太的资料、犹太人的资料来看吼，法利赛人比较是宗教的团体，啊，毋过希律党人比较是政治的团体。虽然吼，犹太人无把这两个分得清楚诶，啊，犹太人没有分得很清楚，宗教跟政治哈。其实他们的整个犹太人整个生活，因规个生活拢是含做伙吼。好，啊，毋过咱哪来做一个分辨？法利赛人是宗教势力的既得利益者，吼。啊，那相对于法利赛人、希律党人，因的是政经势力的既得利益者吼。伊伫政治也是伫经济顶面，拢是有管理的人吼，拢是掠较侪资源的人吼。啊，法利赛人因是做遵守传统犹太宗教甲文化的吼。啊，毋过希律党人就无共款吼，你着看咧即个名吼，希律党人拥护谁？希律吼，拥护希律，所以因是咧鼓吹鼓吹去遵守罗马帝国吼，所以他们也是会比较推崇希罗文化，就是希腊跟罗马文化的吼。所以安尼看起来，这两款人有共款无？有共款无？不只是无共款，这两款人是安那？是有冲突的两款人吼，就是讲这个合不来的啦吼。这两款人是合不来的吼。啊，毋过即马近年发生啥物代志？因联合起来对付耶稣，有无？今日的经文是为这开始吼，所以吼，我们都称耶稣是什么？和平之子对不？耶稣会出现，互因和平对不？吼，互这有对敌冲突的人吼，煞会当合作会吼，耶稣真的是不简单。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你的出现会让敌对的人合在一起对付你？安尼你嘛是和平之子安尼吼，唉，真是很惨。好，来，好，这个人吼，最厉害吼，就是法利赛人的学生，甲这个希律党人的人吼，因着就近伊来就近耶稣吼，因着开始要甲耶稣对话，啊，即马要抓他的画饼，要陷害耶稣吼。这个很厉害哦，他们要先讲一些话，因讲什么话？伊先甲耶稣甲抱一个吼，这个抱是要甲耶稣限制伫一个范围内面。伊讲你是诚实的人吼，诚实的人吼，啊，你伫真理中教导上帝的道，吼，反正讲你教导的都是符合上帝的话的吼，是在真理里面。啊，你嘛袂安那？特别高估什么人吼？就是咱即马咱的台语是翻作什么？翻作你无掠什么人最要紧吼？因为你无看人的外貌吼。这个已经限定好了哦，就是讲耶稣，阮大家人拢安尼认为你是即款的人哦。所以结论，即马开始要问一个问题啊。安尼吼，来你讲看觅啊，阮遮的犹太人吼。纳税吼，迄个凯撒，吼，该凯撒合不合理，好唔好？会当袂？吼，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出伫地吼，这个问题困难性出伫地。那耶稣的回答若是讲，会使，犹太人可以纳税给凯撒，
安尼就会变成是背弃民族、违背伊的信用哦。就是讲，伫迄个时代的人，有一群犹太人，毋是全部，有一群犹太人包括比较激烈的法利赛人，因是认为我若纳税，互罗马帝国，表示我是什么？我遵从我顺服在罗马帝国的领导的权柄下面。可是不是啊？咱家犹太人是什么国？哈，犹太人要遵守谁的权柄？上帝的权柄哈，他们只有独一的真神是应该唯一的权柄哈。其实这个概念是很对一些较偏激的法利赛人是很清楚的哈，所以伊要用这些来挑战耶稣。耶稣你是遐尼重要的拉比、重要的老师，你应该不会袂输阮这的法利赛人呐。吼，所以你认为咱是毋是爱伫罗马帝国的权柄下面，还是要伫上帝的权柄下面？所以当耶稣若讲会使可以纳税给罗马帝国，表示伊伫宗教这边的地位就会被怎么样贬低？吼，也输家的法利赛人。啊，毋过耶稣的回答若讲啥物话？哇，是的，不可以，袂使纳税给罗马帝国。安尼耶稣就是在鼓吹什么？叛乱对吧？吼，要敌对罗马帝国哈。啊，这个会有杀身之祸，所以要怎么回答？这下麻烦了。这个问题厉不厉害？马上陷耶稣为两难里面哈，就是讲，要面对这个到底是咧背弃伊家己的民族、伊的信用，还是伊要选择煽动叛乱，然后敌对罗马？耶稣进入这个两难，停在这里，你们嘞？恁是耶稣，你要来回答。你袂使学耶稣即马下面讲的，我是讲你若对着这块问题，要来回答？逃，转身就跑，厉害，这厉害，这厉害。我说我要上厕所，好，这个很好。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你现在两难啊。你是要失去你伫犹太人心目中宗教领袖的地位，还是讲你即马要鼓吹叛乱？耶稣伊回答这个问题吼，耶稣讲，叫因提出一个银钱吼，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罗马银币，吼，伊讲这个银币顶面有啥物货？上个像。凯撒的像哈，所以他就说：“这个像这个号是谁的？”他说是凯撒的。来，所以耶稣就讲两句话，伊讲该撒的米爱归给该撒，上帝的米归给上帝。耶稣有解释不？伊就转身就走。好，你可以想象那当场的犹太人一定是什么意思？因还没有回神，耶稣已经走了哈。就是阿多千代阿姨讲的酸哈厉害哈这一句话麻烦了哈，这句话麻烦，这句话带给后面很多的误解哈。我以前看过报纸哈，有一些记者在写这个的时候，伊总写安尼，伊甲该撒的米爱归给该撒，伊甲写做啥物？撒旦的米爱归给撒旦，他不晓得该撒是什么意思，他把它改成。撒旦的要给撒旦，上帝的要怎么样？给上，安尼合不合？蛮顺的，对不对？撒旦的给撒旦上帝给上帝不是啦，是啥物？该撒其实就是咱即马新的译本那个翻做啥？凯撒凯撒是啥物货？沙拉是不？凯撒是啥物货啦？罗马帝国迄个。王的称谓，不是王的名吼，不是王的名字，是迄个王的称谓。就是讲，你若做罗马帝国的王，你拢叫做啥？凯撒所以
圣经里面有4个凯撒哈，我讲到提到凯撒哈，就是讲，跟希律同款吼，希律嘛是什么货？希律嘛是一个王的称谓，不是王的名。好，希律哈，希律哈，所以你如果当那个地区的王，你也是被称为希律哈。呵，所以是凯撒的物件爱归凯撒，应该是这样子。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你哪叫亚瑟会回答？我请问一下，耶稣认为该不？我看呢，好，先问一下，耶稣认为该不该纳税给凯撒？该。这样不是上当了吗？不给就死啊！呵，还有第2个问题就是这一句话是不是在讲政教分离？这是大部分的人认为的，就是讲该撒的物爱归该撒，上帝物归上帝。这句话耶稣是不是在鼓吹政教分离？是不是？看起来像不像？像极了哈。好，其实不是哈。后来我等一下解释来。好，哇，这是我讲的，我的安排错了，是可以吧？哈，咱同意吧？亚瑟艺术是应该可以要奉献给凯撒啊。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钱币哈，来 ，denarius 哈 ，denarius 这个是罗马的银币1块，罗马的银币1块钱哈。亚瑟的时代应该是罗马皇帝是凯撒提比留哈，Tiberius 哈这个人。所以这个就是名字了哈 ，Tiberius 这是名字了哈。迄阵的凯撒皇帝是这个人哈，所以迄个像是他的像。好，所以耶稣讲银币顶面有凯撒的像，这个要纳税给凯撒，应该嘛，对不？这是应该的。不过安尼有没有违背他的民族也信用？有无？有没有违背下面那一句上帝物？爱归给上帝，有没有？没有。你会怎么解释没有？银币也是什么？银币也是上帝的哈，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等一下我介绍一个犹太人拉比另外一个解释哈。好，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来，10条解讲爱守安息日，对不？一切刚刚啦。拢袂使做对不？好，现在有个情况，在星期天有举行一个奥林匹克比赛的项目，你有参加？你被安排在星期天怎么样？出场比赛，你今嘛是要放弃比赛去教会做礼拜，还是要去放弃无爱守安息日，去参加比赛？回答我啊！看你的信仰有多虔诚，所以去参加礼拜的人信仰不虔诚，对不？是不是啦？麦切，这个有一部电影就是演这个呢，哪一部电影？火战车哈，对不哈？这是真实的故事啊！好，他放弃100公尺的决赛，哈，以去做礼拜。他们英国的王子气到不跳，到底要怎么样？各位看这在哪里边啊？带上帝去，兄弟，这是很有创意的做法，因为上帝也无一定伫礼拜堂内面那尔，是不是？上帝可能讲无伫礼拜堂嘞吼。还有什么想法？你要放弃这个比赛，还是？放弃这个礼拜去比赛，还是带耶稣做伙来比赛，带上帝来比赛？请假，请哪一个假？跟上帝请假哈。早有礼拜6的，哇，咱高龄教会会拢这有创意的吼。
来，各位兄弟，要甲恁讲一个代志吼，说一个观念吼。好，当咱面对问题的时阵，我们第一个动作其实不应该是回答问题。其实咱自细汉就是安尼互教对无？即摆来甲你问一个问题，你得安那回答吼？不对吼！咱即摆来为即摆开始改变吼。当你去问一个问题，还是你面对一个问题的时阵，你第一个动作不是回答。你第一个动作如果是回答，表示什么的？表示讲你已经接受这个问题的逻辑呀。第一个动作不是回答是什么？嘿，帮我按一下，是什么？因为问题拢不见得都是好问题，什么意思？有没有可能这个问题的逻辑是错的？这个问题是不合理的？有没有可能？那是不合理的问题，本身是错的问题，你怎么回答都怎么样，都会出问题。所以今日你千万唔通袂记住。伊根本一开始是讲啥？因在参详看通怎样就伊的话来导伊，导伊，好啦，我的汉字就是要陷害他，抓他的画饼啦吼。所以因要出的问题是不是正常的问题？一定是有陷阱的问题哈，但是咱得先有一个概念，不是所有的问题问出来拢是正常的问题。你若拄到有错误的问题，无论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你应该拒绝伊迄个问题的逻辑，你要重新去思考。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你家己去问一解，你用你的话。把伊个问题重新搁问一解，你就会发现伊个问题出伫倒咯。这个法利赛人的学生，甲这西律党人，因这个问题问题的问题，因这个问题的毛病出伫倒咯，你知无？因甲安那，上帝甲凯撒两个之间，你敢会当安那？选一个，这是他设定的问题。可是实况是不是这样子？听懂我的意思吗？伊把这个问题设定成在上帝跟什么凯撒之间，你敢会当安那选一个？你若选上帝，就表示你反对凯撒；你若选凯撒，就表示你安那？反对上帝，这个题目是被这样设定的。你若接受以这个逻辑，你接下来的回答就怎么样？就困难了。听懂我的意思吗？好，如果你若当看清楚，其实上帝比凯撒安那较大到一个程度是，无论我是反对凯撒，还是同意凯撒，拢伫上帝的内面，安尼知影意思无？若是安尼的话，这个问题就不会难回答。好，就是咱好多会感觉困难是，咱很快直接去接受伊这个问题的逻辑，好，你就接受了，那就完蛋了，哈。所以他的错误是在哪里？伊的错误就是伊甲人的地位提悬甲上帝安那同款。若甲上帝同款，这下害啊！你只能两个选一个，好，你2择1，你就是来选，你要背叛你的信用，还是你要背叛罗马帝国？所以会变成说，上帝的地位其实是远高于凯撒。所以你即马服从凯撒的政权，你无一点表示你是背逆上帝，有了解无？有听懂吗？好，所以各一解，各位兄弟，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上帝的米归给上帝，这不是在讲政教分离。
不是在讲政教分离。好，上帝亚述公这个解答，他不是在讲政教分离。这个提醒一下，对犹太人来讲，没有政教分离这款代志。我有讲清楚无？犹太人是相信上帝，因的生活是10条诫，甲所有的命令，所以不管是不只是政治甲因的信用宗教无分，连司法都没有分呢，对不？好，他们是全部混在一起的哈。犹太人里面没有政教分离这种概念。好，到我讲，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他的解释，伊的逻辑，好多咱的循环不赶快介绍给大家听。好，伊讲钱币有凯撒的像，对不？所以应该归给谁？凯撒。这个拉比很厉害。他说，可是呢，人有上帝的形象甲样式，所以人爱安那归给上帝。合不合理？所以有冲突吗？没有冲突哈，就是人把钱归给凯撒，因为这个钱有凯撒的像。不过人本身是什么货？本身是印着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以虽然我把钱归给凯撒，不过我这些人是归给什么货？归给上帝啊！这个概念还蛮不错的哈。所以你今天从这段经文，你要学习一件事情，各位兄弟，你若遇到这个问题，你的反应是什么？回答问题。你们又上当了。我现在在问你问题，你要先什么？检视我的问题，安娜，合不合理啦？合不合理？好，我考试哈，注意哦，我现在要考试哦。来，赞不赞成铁路地下化？赞不赞成啊？赞不赞成啊？所以我们要支持公权力强拆钉子户，对不？是不是啊？你们这些刁民，什么？看拆谁的房子？你看以马熊质疑我对钉子户的什么定义？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如果你完全接受这个问题的逻辑，其实你的答案就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听懂了意思吗？你也可以思考，什么叫做钉子户？那个南铁东移这个代志，这些被强拆的住户，因是不是钉子户？还是说南铁东移这件代志，伊的做法有没有其他的好的方式？你来去思考，盖者，不是被简单化说赞不赞成铁路地下化？赞成的话，你就会支持政府把人家改安啦，处理掉，对不？赞不赞成新庄要有捷运？新庄现在已经盖好了啦。我得讲英轨啦。赞不赞成新庄要有捷运？赞成，所以要把乐生疗养院干掉，对不对？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各位兄弟，这个已经发生过了，这个10年了哈，10当前，迄阵我嘛是硬头基督徒，我说对啊，这些麻风病人，他们就是钉子户，贪得无厌，所以我们为了要新庄那个捷运，要把他们怎么样？拆迁，把他们搬到一个疗养院去住。迄阵郑阳恩老师带先甲这个乐生疗养院的院民甲遐抗争的学生在一起伊拢有一个祈祷会，底下在安慰他们，跟他们一起祷告。结果郑阳恩老师想过无用，伊就交代给另外一个牧师，迄个牧师做几个月嘛做无用的。伊就打电话跟我讲，陈世豪传道，我那个时候是传道士，陈传道，
有一件事情拜托你去做，好不？伊讲我什么代志？伊讲哦，伊就要讲乐生疗养院啊，遐院民跟学生需要人去带记者会。我那时候都是看报纸，我就说，不过他们是坏人呢，是钉子户呢，贪得无厌呢。我可能去那个某书每个操头，你去做一点研究，然后我就去，然后好，我就去带因记者会了。知道这个状况以后，我就变成是支持他们的，就是整个拢了解了后，就知影其实唔是亲像迄个因所讲的安尼的情形。其实后来无完全拆掉，其实捷运也是通啦，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迄阵是拢骗人的所以我就跟着他们祷告，带他们祷告会带了1年多快2年，带着他们这个整个祷告会。无拍算过10当，不是啦，不到10年，那个台南这个铁路东移事件又发生了我去看一下，其实同款的代志，同款的代志。还有另外一件最悲哀的情形就是，咱知影迄个乐生疗养院在出代志的时阵谁是县长？那时候不是新北市，那叫台北县。谁是县长？其实他换了好几个啦，可是有包括苏贞昌。谁是总统？陈水扁。所以这个事件，所有的长老会拢点点，所有的长老会拢无讲话。明明知影这件代志不公义，无公义，这件代志唔对，不过所有的长老会拢无讲话，拢无出声，所以。很清楚，迄届的事件，所有关心乐生疗养院的年轻人里面，那些大学生很少基督徒，然后没有长老会的基督徒，很丢脸很丢脸这届南铁东移上尾2间，一个姓陈，一个姓黄，用拆掉的那个陈家胆嘎。是台南太平间教会的会友，您知道太平间教会不？搞不好你们这里就有太平间教会的会友，规个教会无人支持因甚至佫责备因无支持政府的政策他们很伤心，就离开教会了迄个那个跟问我讲，他们现在。搬去保安，然后问，陈牧师保安的教会，保安有没有教会，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我常常去问讲，哪里有教会，可不可以介绍这个是也是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讲当咱面对这个问题，你若无去了解清楚的时阵，你的答案会非常被限制。听懂的意思吗？敢不敢再问下面一个问题？敢不敢再回答？敢那我要问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是不是爱好和平反暴力？不是你不要马上给我打脸。基督徒是不是爱好和平反暴力？你要说是啦，不然我怎么问？是不是啦？是所以来。面对中共的武力威胁，台湾要避战还是要买武器？你说爱好和平反暴力，你还买武器？当然要避战避战跟买武器怎么样？没有冲突过年教会会友。愈来愈都很难陷害呢。最后一个你们绝对完蛋，来，注意看这个问题。现在有一个歹人威胁你，你跟你的好朋友2个人，敢若一个人会当活，你爱选择你甲刣死，你就会当活；还是你选择你互伊刣死，你就会当活。来，要安怎选？
什么？完蛋了，都完全骗不了他们，怎么办？各位这，咱哪很轻易的接受他的前提，你听懂我的意思不？你哪接受伊的限制，这个限制就是讲，你跟你的好朋友干哪哪，你哪接受了，你就只有什么？后面2个选择。不是你杀死你的朋友，就是你和你的朋友安那杀死。你听知我意思无？你袂当抓做所有的问题，拢是对的问题，拢是正常的问题，拢是逻辑无唔对的问题。你要各位这，我要咱大家去学习，拄到问题，大家先安那检验这个问题。好，要先检验这个问题。这个是昨天晚上聚会一个基督徒问的。你说啊，我说要变安怎？我就说我跟我的朋友就联合起来杀掉那个坏人。啊，你说啊，那个坏人比你们强啊，他把你们2个都杀掉怎么办？甘愿呢？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会怎么样？站起来安那抵抗这个坏的嘛，对不？你今天接受，各位这下一组也会怎么样？然后会一直大家就把它接受这个只有一个活，选择自己活还是什么朋友活，无规矩拢来死嘛，对吧？各位这要清楚，因为咱今日的经文第一句话，这个法利赛人出去参详，因要找话来安那斗。被盗耶稣，要被陷害耶稣，所以因而得出一个问题，叫做什么？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这是一个正常的问题吗？不是，伊是要陷害耶稣的问题。你若无法度去分析好势这个问题，你就会踏入迄个陷阱，你会当回答的可能性对变得少的。看见这不是小事情，这是严重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咱台湾的社会，无论是不是基督徒的群体，这是严重的问题。咱太过容易去接受迄个问题的前设，我们太不小心，咱就去接受迄个问题逻辑的设定，开始咧想讲要安怎回答。其实咱无发现讲，这个问题其实是有问题，是有问题的问题。各位这问题是会错的，好吗？不是干那答案会错，问题也会错。咱当心来记得。